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怀念清朝时代一个读册人，一个书文人，大朝廷的书神陈维英。迄当阵，伊对台湾的汉学的教育、教汉文、孔子讲的学问奉献真济，包含艋舺学海书院，伊做院长。搁甲巴兰永山书院，伊去创办的，伊嘛捌伫明治书院教过课。陈维英先生到甲近代，台北孔子庙，原来有设伊的神位，要甲伊敬拜。伊用早一首7言绝句的诗，或者干豆分条，内底诗句写起真好，写天然干豆门的景色，也写世间种种情理的变化。内底诗句7言绝句讲：第一关文所浪中。天然水色判西东，目嫌黑白分明心，清浊源流本不同。咱听这首诗，就要对干豆门这历史来讲起。煞唔知影讲，当时清朝时代，民间真风行淡北八景，淡水北边有8景，其中一景就是干豆分条。原来就是家人河、淡水河来到这要落海。海底海水一色，家人河一色，淡水河另外佫一色。同款干豆门这3色的水色啦，你甲看这个景致，看偌迷人，或者书文人、读册人心肝内看偌轻慕就好。而且真侪诗句拢咧写干豆分条，其中陈维英这首，唔但干那咧写天然的景致尔，咱深深来甲体会，原来写出世间情理的变化。第一关文所浪中，干豆门。确实风行出名，就是干豆分条这种景致。天然水色判西东，看到水色，咱就判断讲，原来这对家人河来，原来这是对淡水河这边流过来，搁落去到海底，3色拢无共呢，有的深，有的浅。而且陈维英的诗句讲，目嫌黑白分明心，有的较深的，袂是讲较泛乌；有的较浅的，袂是讲看起来那像白同款。乌白分明，这么清楚，唔免解说啦。清浊源流本不同，清的泛清的，落的泛落的，源头都无共，当然水色都无共嘛。听来到这，咱嘛知，咱嘛知影讲诗人陈维英，伊唔但干那要写天然景致的变化尔，伊也咧表达讲世间本来乌的就一挂门，白的就一挂门。正派的人甲正派的人就行同齐，若迄个邪派，迄个歪高起出来，当然行乌的迄条路，两边面清的甲落的清浊源流本不同。这首干豆分条，听到诗句，看到景致。这首干豆分条，听到诗句，体会人生种种经历的变化啦。